为着要拼总统大选，哪里被参选人拢骨力走行程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批评民进党拢无咧照顾军公教，民众党的郭文哲是咧发讲台湾的健保制度一定要改善。也有媒体民调表示，郭文哲目前是排第一，赖清德排第二，侯友宜是排上尾。赖清德是讲，即马有影是徛甲志方较舒适，会继续来争取支持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2早起才结束排湖行程，随即过等于台北参加台北市新来之友会成立大会，积极优选情。不过媒体民调显示，国体支持度增加到33%排第一，赖清德30%第二，侯友宜13%排第三。其中赖清德伫高票支持度出现较弱的情形，赖清德表示，确实较前锋。民进党目前的确是比较逆风啦，不过我们严肃面对。采取高标准来处理每一个事件，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得到社会的谅解，以及得到社会的支持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黄埔建军建校赢100年活动，批评民进党执政无照顾好军公教，那当选总统会做较好，积极抢票。民进党在执政的过程当中，利用媒体铺天盖地的说了一句话：军公教都是米虫，只要我当选总统，让他拨乱反正。针对民调排名第三，侯友宜只强调尊重和参考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明铉今早期前参加公益羽球比赛，对家己民调冲提起低调无回应，不过致辞时佫讲到台湾健保制度。政府应该抽出一些钱来做全民的健康、医疗保健的往前端的运动健康方向去走，整个医疗体系的效率。那日被三党总统参选人和平人气积极股票总统大选选情是强军，记者综合报道。